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You'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,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You lead us, you guide us,
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You'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,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You lead us, you guide us,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咱首先要来练诗歌，有一首今仔较特别的，是华语。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，要就进前，先听一遍的全首的演奏。来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，我要寻求你，我要站在破口之中，在那里我寻求你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那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能够归向你。主，我是软弱极无助，你却是我的力量。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，那就是我的得胜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
一遍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跟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把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那个归向你。那么进入咱的礼拜，要来敬拜上帝，用363首开始进入咱的礼拜。363首。耶和华早起时，你也听我的声。早起时，我要对你拜的，我的祈祷，望你眼光，我被心强强，心强强，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，我要对你的圣殿。咱心安静，来亲近主，来敬拜主。这时发明静声。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囝仔信伊的人袂丢人，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伊听世间教义，伫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上帝表明伊对全人类的疼。现在咱点到第4支的蜡烛，要对主耶稣伫世间的生活，甲以及伊的教导来学习上帝疼痛的款式。
来吟圣诗89首，基督降世迄一时起立来吟全首。基督降世迄一时，何事欢喜去找伊？伊着起传落下面，因就地到主面前。主望爱你上来看，心爱君你的平安，何事看见出来？应啊君遐已主宰，这是主人人着拜，因敬畏欢喜服侍，主着赞愿欢喜行，找你靠你的力量，何事教为真欢喜，白白所现真贵气，拄着生我心清气，我你做我敬拜你，用所对当看愿下，比天王也所看见，请耶稣求你照顾，免得愿离归我路，好临终离别世间，望命运大天永远，请下面可起来传，如应更救我不算。信仰告别，咱来用新的界名告别咱的信仰。恁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界名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三甲来启用。启文27篇，启文27篇，我来启，也这来用。耶和华，我对深渊求叫你。主耶和华，你若救砍罪恶，治罪徛袂牢。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神在听候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手机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
以色列啊，你着毋忘耶和华。伊的确救赎以色列。三甲来祈祷。俄罗上帝，主耶稣降生，互普天的信主人得到救，生命改变，充满希望甲喜乐，这是大好的消息。伫大港节，愿备万心来迎接主的降生。主道成肉体，踮伫阮中间，有救赎的恩典，我们会敬畏你，要时常认罪求主赦免。主是光，求你听的光照阮，得到生命的光，无搁伫黑暗中。要甲主有亲密的关系，甲主你无相离，我们甲主亲近，困读圣经祈祷，有灵修的生活，伫每一个时刻平稳安静，艰苦困难中靠主一胜。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见证主的荣耀，而且照着内心的备办，回想这年来有求亏欠的，求主坚固。当迎接圣诞节，搁再来新的一年，拢有主的慈爱。丰盛的救恩，求主收束新的愿望，生命更新，靠主过了得胜的一年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求赐阮平安。阿门。俄罗圣歌对。要学了来吟快乐圣诞歌。
再甲来恭读上帝的话，第诗篇130篇、131篇，诗篇130篇到131篇。耶和华啊，我对深渊求叫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。愿你按耳孔听我恳求的声，主耶和华啊，你若救砍罪恶，治水会徛会条，总是你有赦免的恩，要予人敬畏你。我听候耶和华。我的心神在听候，伫伊的话我有毋忘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上机的人听候天光较切，比上机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以色列啊，你着毋忘耶和华。因为伫耶和华有主爱，伫伊有丰盛的救赎，伊的确救赎以色列脱离伊一切的罪恶。131篇，耶和华啊，我心无骄傲，我的目头无悬，大项的事甲奇妙想袂出的。我毋敢行，我真正互我的心平稳安静，亲像长年的囡仔活伫伊的老母。我的心伫我的内面，亲像长年的囡仔。以色列啊，你着毋忘耶和华对即时到永远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我心虔诚来尊重，我心亲在对你因公，只想我的主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我心虔诚来尊重，我心亲在对你因公，只想我的主。讲道蔡牧师今仔要甲咱分享我的心。各位所敬听咱多元教会兄弟姊妹、中职圣歌队，大家平安。伫这个圣诞节的气氛的下面，咱真欢喜三甲组织伫遮来敬拜。伫一个年的年底，也拄拄是咱个准备感谢，也尝试要迎接一个新的开始。今仔日我用诗篇130篇甲131篇，这两首诗拢一直咧出现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。130篇是咧面对上帝，讲我对深渊求叫你，我的心啊，我要面对上帝。你若救砍罪恶，治水徛会条。总是伫你的内面有无限的恩典、主爱，互我通敬畏你。伫你的内面，我的心啊，我仰望你的话；伫你的内面，我毋忘。所以130篇是一个祈祷的诗，咧面对上帝。
131篇，倒转来面对家己，伫祈祷的中间，伫遐咧反省，伫遐咧思考，咧想讲，我的心毋通骄傲，我的目头毋通伤悬，我的骹毋通咧行，迄个想袂出来，还是奥妙真大的代志，啊，毋通无清楚、无方向，啊，着咧做遮个代志，宁可我的心着平稳安静，亲像当年的囡仔，伫老母的怀胎。咱知影当年的囡仔，当伊开始受当年的时，伊会感觉若像老母，甲伊的关系有无共款，啊，所以毋茫伊抑搁伫迄个心情真无安稳的中间，伫老母的怀中，嘛感觉真平稳、平静、安稳。所以以色列啦，咱着毋茫，咱是真正用安尼来行人生的路。但伫顶几礼拜，我有拄着一对翁仔某，伊80外岁，伊是未信者，总是伊知我是牧师，啊，伊逐礼拜对台北南港的所在，安尼坐车来到伫南口，爱1点外钟，啊，拜四来上我的课，啊，伊的小可脚骨，而且佫背袂直，头壳咧咧，行路行袂大步，也袂真稳。有一日，伊同我问讲：“蔡牧师啊，蔡牧师啊，啊，我敢会当活到100岁？”讲你同我问讲活到100岁就对啦。啊，我想者讲，啊，你若认真哦，会啦，你嘛毋茫会当活到100岁。伊安怎同我应呢？恁的上帝敢有答应？恁的上帝敢有答应啦？啊，无你牧师安尼凊彩讲咧，啊，恁的上帝敢有答应？我感觉这个83岁的先生哦，安尼头脑反应拢真紧。过一礼拜，我拄着伊的妇人人嘛来运动，我就咧讲哦。你的丈夫吼头脑反应真紧，你同我问讲，伊要活到100岁，恁的上帝有答应无？啊，煞去互伊听着啦。伊就活头过来讲，蔡牧师啊，啊你等于有祈祷啊无？哦，我头一遍去互未信者吼，同我问讲，啊你是有祈祷啊无啦？你是有祈祷啊无？你有答你的上帝问啊无啦？哦，你有祈祷啊无啦？各位兄弟姊妹，真正这就是咱咧努力的代志。今仔咱读诗篇130篇的第1节讲，耶和华，我对真深恩的所，深恩就是安怎？无毋忙，真艰苦。啊，咱台湾有一句讲，真无路，啊，摕无步，哦，啊，佫真孤单，啊，真，咱就今仔日真寒冷迄个。啊，我对深恩。求耶和华，啊！我在你求的时候，耶和华毋茫你有听到，啊，毋若有听到，你搁暗耳空，真细腻让我听我咧对你所讲的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伫即个时代，咱乱的时阵，因为即个时代改变真紧，啊嘛真复杂，啊资讯嘛真丰富，啊总是呢。人说，因为安尼，迷失唔知影到底我家己是甚物，所以咱一遍搁再一遍来到伫主的面前敬拜，其实就是搁再一遍讲，我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伫主的面前敬拜，上帝啊，我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我毋茫捌你，啊你，互我嘛捌我家己来，因为。我要敬拜你，啊，互你的光头我照，啊，互我看到我家己。所以，伫今仔日圣经讲，
耶和华若救扛罪恶，治水桥会照；耶和华若有赦免的恩，就互人有敬畏的心伫伊的面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欢喜坐伫遮，咱就是要经验到耶和华有丰丰富富赦免的恩，互我谦卑来到伫伊的面前，互我学习会晓敬畏伊的。大人这时阵吼，咱毋捌咱家己呢，所以咱着去病院安尼做真侪检验，通过医生的解说，甲表示讲，哦，安尼我就是即种情形。今日咱来伫教会敬拜，敢毋是安尼？我的后生叫做怡安，我的负责人叫做莫顺娘。哦，安尼，阮三个人拢有迄个注疫苗，因两个和我无共款，我有注莫德纳，有注 AZ，因两个偏偏就无爱对我去注，讲阮后生家己毋知去倒位找，伊讲伊要等迄个咱国产的叫做啥物端，高端啦吼。我无顺娘嘛讲，伊要做高端啦。我讲好啊，你迄落你家己选择的。有一日吼，我甲阮囝讲，爸爸很爱你呢，但是我不了解你，为什么你会选高端的对了？咱知影11月2日选举了吼，教会公布有新老病院的有一个物理治疗的老师，叫做黄宗贤。写一篇文章，为什么选举会把高端变成被攻击的一个课题？伫迄个所在，伊徛伫一个医疗界的立场咧解。哦，高端伊较慢出来，高端安怎？高端是国产的，迄个交易吼，佫袂使讲偌济钱，迄一定可能有利益输送啦，是安怎啦？当时即个新老病院，即个物理治疗的先生讲，毋是啦，高端就是和一般的流感的疫苗较共款吼，较袂过敏啦。阮莫顺娘有过敏，伊就选高端。阮囝吼常常拍卡墙吼，伊嘛知影伊有过敏，伊佫会晓选高端。我拢无甲伊讲咧，伊毋知上网去倒位找伊个。所以我直接来做一个反省，讲咱这时阵吼，咱咧讲上帝，我听你咱毋捌上帝呢。我听我的囝，我毋捌你呢。讲我听我无顺娘讲，无你来帮我来赶紧来做，无啦，伊要做高端，我嘛袂晓问讲，你为什么要做高端？咱嘛毋知影就对。所以今仔日个诗篇讲，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伫你的内面，互我学习会晓敬畏你。上帝啊，我切切羡慕你的话，互我伫你的话内面，互我得到愿望。列位，这个世间真侪变化，咱学得常常。所以，咱就因为主的话，互咱得到安慰。因为主的话，互咱得到愿望；因为主的话，互咱得到快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的心仰望上帝的时阵，得到这个愿望的话，得到快乐的时，咱常时做上帝的囝儿，咱犹原伫咱的讲话行道的中间，嘛会当将上帝主的救恩享受人，互人有鼓励，互人得到快乐。我这2个月有去一个真偏僻的所在，也当咧开拓的教会，叫做婚姻观的保重乡。迄位伫遐负责，毋是传教者，伊是退休了去遐顾教会。伊讲要为着要互人来吼，
蔡牧师啊，你来遮教阮谈历代。第一遍去讲甲6个人，第二遍7个，啊，昨昏去第3遍嘛7个人。啊，第一遍去的时，6个中间佫有一个造福员，啊，另外迄个佫举管啊，啊，佫徛佫徛袂好势，着佫我来斗牵斗扭，较徛起来。第二遍去的时，即个负责的东港县长。就去厝边隔壁，当一直找看有迄个孤单老人，有迄个身躯欠安的无，啊有迄个行路行动无方便的，讲招一寡遐，逐项话讲有正头的啦，来教会就对啦。啊遐勇行袂来啦，勇行袂来啦，到最后有正头才来。我来了，伊就讲伊叫车弄着啦，啊伊安怎跋倒啦，赵牧师啊，我腰脊骨爱去开刀无？我讲我毋是医生，你甲我问讲你腰脊骨要去开刀无？啊，大家教一寡方法，我讲转去吼，啊，来你帮忙的这个小姐吼，这1年来，伊叫你妈妈吼，啊，我就甲这位艾米讲，你着爱你来遮甲我学转去，爱甲妈妈教会晓徛起来，会晓手举悬。无拍算，今仔礼拜日我拜5去的时，我无叫伊徛，伊家己徛起来互我看啦。蔡牧师，我才会徛啊呢，我手佫会举悬啊呢。哦，我感谢主，伊即个大照顾即个 Amy， 叫伊妈妈讲，转去有认真咧带伊教啦，含伊做伙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求上帝帮助咱。咱就常常用我的心较无主你的话，互我有愿望，互我有规律，通行头前的路。若无乱这时阵，咱活伫迄个真孤单、艰苦、无有规律的时阵。所以诗篇132篇讲，我的心啊，你就会晓听候立位。今仔日的时间。时代是愈紧的人叫做愈厉害，啊，所以会变做像安那一竿见银，啊，无咧求过程，干那咧求目的。我若会当得到就好啊，管我用啥物方法。啊，所以今仔日的时代，就真侪人用咧欣赏迄个科技。啊，真紧啊！迄落后，迄落会当出国去出差，搁嘛会当顺续摕博士的呢。哦，啊，迄就是伊厉害啊，伊厉害啊！啊，拢想迄落安尼有空无顺的，啊，就无要。逐项话一句话真水，照步来，有无？起厝嘛，都爱照步来。哦，啊，做家具嘛，啊，弹琴嘛，着照步来；指挥甲唱歌甲拢着照步来。有个人都无要照步来，啊，抄来抄去的，感觉伊真厉害。这个诗篇咧讲，我听候有个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就是讲我真清楚知影我的目标伫倒位。我真清楚我咧做的代志，啊，我咧做这个代志的顶面吼，毋是干那看我家己目标，四周围人，因的反应安怎，因的期待安怎？咱知影这个日本人是一个真文明的一个社会甲国家。伫20几年前，1995年的迄个阪神地震的时，啊，迄个时我较捌代志讲，哦，这叫做地动严重。啊！大家拢去住咱体育馆内面、大礼堂内面，因为体育馆无倒落去。啊，几啊百个、几千个人，啊，伫1月啊，阪神咧是1月上寒的时阵啊，啊，大家去倒伫涂骹，啊，便所咧，啊，食物件咧，哦，啊，咱的电视咧报拢咧，为着要食一碗米线汤，大家咧排队，啊，要食一个饭圆嘛，着排队。啊，要去便所嘛，着排队。啊，我的大姐
今年88岁，向当时啊，伊嘛是去住伫迄内面。啊，我就来写来问讲，啊，恁伫遐尼寒的中间，啊，便所敢有够？讲便所无啥够，啊，有水无？嘛无啥有水。小便阁无要紧，啊，若大便就真晦气。啊，我讲安尼是安怎处理？啊吼，阮遐有准备报纸啦，讲若大便你着用报纸，安尼啦包包咧就对啦。啊，若小便就自遐，那小可水搁来冲者啦。啊，啥物人咧清？讲大学生啦，讲大学生啊，啥物时阵来清？讲等阮咧困的时吼。啊，莫互看着讲阮咧带因清便所啦，讲阮若去清便所吼，啊，因会感觉真歹势就对啦。啊，阮利用半暝仔的时吼，啊，逐个拢咧困，啊，阮伫遐去一间一间去清便所。安尼我着当学起来呢。当咱92地动的时，我入去伫玻璃营地、教会营地，啊，搁伫。伊玻璃教会礼拜两下倒落教馆啊，拢倒落去。啊，着教界有人讲，蔡牧师伫迄内面咧指挥人做义工啦。我着有人敲电话，后对台东来，对高雄来，后对台北来。蔡牧师，阮会当做啥物？讲恁会当做啥？恁会当来清便所啦。蔡牧师，阮会当做啥物？阮会当来捡粪扫啦。做我哋说，我哋当来扫涂骹啦。啊，你有工课做无？有啊。你若有心，听候就是有一个方向，听候就是有一个目标。所以诗人讲，我咧听候耶和华的救恩，听候伊的话，比上见的人较浅，因为我真清楚。迄个方向，迄个目标，所以我会晓学习听候。啊，这就是一个祈祷的功课。在阮兄弟姊妹这段中间，对7月到12月半年久，我会来遮讲道，就是咱教会这个时阵无有传教者，所以咱的中日的学习，啊会晓听候，大家做伙祈祷，毋是听候无代志做啦，啊，毋是听候伫遐杀来杀去啦。啊，听候毋是伫遐，干那拢咧看别人。听候就是咱会晓真当心仰望上帝的带领，互咱行伫一个真正直四正的路。听候毋是讲啊，我3、5工就要把圣经读了。我知影咱咧教会有咧鼓励读圣经，有一个读经会，有的人4年要读一遍，有的人3年要读一遍，有的人甚至佫读较长。我10年也是8年要读了，这就是今天那个诗篇所讲啊。我咧听候，仰望上帝话伫我的内面，那真像加共款，会当真侪快乐，真侪我生命的快乐，互我生命愈较丰富。所以，当上帝互你目睭金的时，你就是讲上帝，你互我有新的一日，你有啥物话要想诉我？我要做这样代志。拢真有快乐，真有精神，啊，真有意义，也嘛真丰富。所以听候的功课，就是咧仰望上帝的话。当你仰望上帝的话的时阵，伫你的内心就有迄种的生命的改变。所以咧，美国有一个真出名。个人叫巴菲特，伊咧讲啥物叫做文化？文化就是咱条路叫文化家的文化。伊讲文化吼，是一个人对内心安尼发出真自然的修养，包括咱互相见面会互相爱惜字，这点嘛是一个修养，对无？哦，包括你被向当时啊，这个。第2长老带我去爬黎巴嫩的山庄的时，啊，咱电长老加我几10岁，人伊就爬伫遐咧爬山的人，有熟悉无熟悉，伊就手举起来，高早平安哦。啊，咱这少年啊，目睭金金，我也知，我毋捌你啦，毋捌你就袂爱写字安尼，是毋是安尼？
我无力量拍招呼，啥物货？啊，你这叫做修养。上帝话伫咱内面，互咱讲做一个有基督徒生命修养的人。佮上时，这个巴菲特嘛讲，你有比别人较敏感，毋免人甲你听测。啊，你有迄个真看到这个世间的变化，你的人生的路，你有迄个敏感，是讲，这个时候我就应该有做啥物代志，这个时候我就应该有啥物款的想法，这个时候我就应该有安怎来处理。即期的教会公布，有2个退休的传教者写文章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咱德夫兄，你的小弟是我的同学啦，立夫有写一篇，啊，佮另外一个我的学长黄碧豪牧师，也捌做过新人的院长，伊写一项代志，讲传教者若退休了吼，毋通感觉伊偌伟大啦，当大家都爱来伊。婆婆他都爱来叫来，毋是啦。伊讲伊去公园扫涂骹啦，诊断矮一点啦。你若感觉做得真自在、真欢喜，你去扫涂骹。我无顺你若讲这讲，蔡牧师你嘛诊断较低，讲有啦。我昨昏去。到那个森林的运动中心，我看迄跑步机的后壁遐涂沙粉啊，真侪灰尘，真侪。我偷我去举扫帚，有10台跑步机的后壁台扫了啦，扫清气啦。我讲我若会当做，我嘛尽量要做啊。这叫做哪？毋免人提醒你家己有迄个自觉，讲我会当做啥物。咱的教会真需要安尼。上帝话伫我的内面，互咱有迄个敏感性，讲我会当做啥物？打到伫诗篇131篇，131篇是面对上帝来看着我家己，过来131篇是讲一个开始就讲，我袂使安怎，我袂使安怎，我袂使安怎。主耶稣保罗先生有讲。伫听内面，恁有自由，恁毋通用自由来放纵私欲，恁着用自由来互相相服侍。所以今仔日诗篇131篇的第1节讲：我的心毋通骄傲，认真讲我偌厉害；我的目头毋通伤悬。我细汉听到话就是讲，我的鼻头毋通伤悬啦。行路拢头壳拢有安尼，拢咧看顶悬，无咧看下骹就对啦。第3句话讲啦，讲迄个真大的代志吼，讲我偌厉害，会当安怎去拄安怎，迄个想袂晓的代志吼，咱捌听到这种话无？选举的时上我讲这种话，我会当怎样，我会当安怎个，我会当，机票开足济，圣经讲安怎？迄种的我无要想，我无要看，我无要行，这叫做3不政策啦。我反倒转安啦，我反倒转，要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求我的心平静安稳，亲像长年的囡仔伫老母的怀抱内。伫以赛亚内面有一讲人得到快乐。在伫伊的心真平静安稳啊，毋是切着，伊的心真平静安稳，伊的目标真清楚，伊做代志真专心。这种好人，伫这个世间一定会出脱。不管你目前的能力怎样，不管你目前的境遇怎样，不管你所拄到的情境怎样。你若真清楚上帝予你的使命，你阁真专心的军队，你的确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伫这个世间，一定有真好的见证。所以，信主予咱的性命，做得到讨房，得到自由，总是伫迄个自由内面。
美国有真出名的部队叫做海豹部队，有一个将军，伊退休了，又写讲，人咧问伊讲，啊，你敢会遮个带这海豹部队去，安尼去到一真困难的所在烧战？伊有讲一句话，讲你若要得到自由吼，就是爱有真济规律、纪律的累积了。骹球选手要来当到世界比赛，伊一定要有真济纪律。军人嘛是爱有真济纪律。你要爱有自由，通做代志，伫你的性命，伫你的行为，伫你的行达，你爱有真济，才会真有规律的代志会累积。啊，真有规律的累积，就是真好的心思念头做法，真侪你的习惯。所以，这个亚里士多德讲，人是一个重复习惯的动物，总是迄个所谓的优秀，就是伊一个开始有真好的纪律，有真好的习惯。所以，不管咱对细汉的时，就教咱的囝儿行这条真正确的道路。自由毋是无方向，自由毋是懒散，自由毋是放纵，自由是伫你真清楚上帝听你，上帝予你的人生有一个使命。自由就是伫这个使命内面，你搁真专心跟对时，你伫遐重复。你做这个代志，行这个路，心思念到这，你伫迄条路的顶面，你就会当互上帝用啦。所以，自由是伫上帝听的内面，所以伫上帝内面啊，他有给你定位呢。咱的手机有定位了。哦，一个月了，哦，手机就来催人讲，某某人啊，你这一个月有去啥物所在？伊拢来你统计出来，你也无统计，拢替你统计。哦，你有去几个国家，有几个城市，拢总走几公里。手机讲甲你定位啦。啊，这含车嘛有呢。丈夫若塞车出去，吼，太太伫厝内，我丈夫在车内走去哪位，拢知影定位。咱的上帝嘛有咱定位咧，啊呐。咱咧看电脑的时候，有当时会定格咧。我要定啊，我无互你走来，才出这个。啊，全年这个超商有定格无？固定的物件有固定放所在有无？因为今仔放这物件，放这人要去买啥，毋找无着伊要爱的物件，伊拢嘛有定迄个所在，定迄个所在的。各位兄弟姊妹。今仔日咱若真正是敬畏上帝，诚侪上帝的囝儿，咱就谦卑伫伊的面前，上帝啊，你予我清楚，把我家己，我伫人生的定位是啥物货？我应该扮演啥物角色？我应该有啥物款的立场？我应该有啥物款的身份？这个叫定位啦。啊，若定格就是一定这个所在，你就是安尼做，互人知影讲你在哪里了。上帝第一句话咧问人，就是讲你在哪里呢？啊，咱上惊就是讲，咱的亲戚朋友兄弟姊妹拢毋知影你伫倒位。啊，有人讲，这个时代吼。叫做隐私的时代，我昨听到一个足爱笑。你讲吴怡农台北一个要选立委的吴怡农的太太，讲啊那是阿美族泰雅尔族的，啊伊甲记者讲，让我的太太吼有隐私的空间啦。啊，你听有无？隐私怎样吼？单位无这个隐私呢？啊，迄个电视是台语的节目讲啊，吴怡农咧讲着啊，互因太太温书的空间呐。我听无什么，我太太温书的空间，啊，袂安怎翻译啦？台语就无迄个隐私咧，讲有隐私的空间咧，对不对？温书咧，若有人翻译较好，你较同我讲啥物叫做温书的就对啦。
好啦，若基督徒，咱逐项代志拢温书的，安尼就阿免团契，阿免教会，大家拢隐私就好啊，咧隐私就好啊。若礼拜日要做内面拢一个面具啊，不是那个生命真正的流露。所以今仔伫遮弹琴的一个兄弟，一个姊妹上帝嘛，搭琴有一个定音呢，有无？我一个当我会晓调音的时候，伊敢若摕一支钳落去，用这个做标准，就去调遐每一音的定音呢。一条歌有定调无 ？C 调、A 调、B 调，就定调。迄调有甲伊即个歌的意思。愈丰富的歌像要唱韩德哈利路亚迄毋知啥物调咧，4个降记号，迄调拢无共款。一条歌有伊的调，一个琴有伊的定音。上帝创造月亮。嘛有来定伊的时，伊的节期，要定节日、定时。所以我今日读到诗篇131篇的讲，我的心平静安稳伫我的内，就是咧敲找着我的定位。伊即阵平静安稳，就是讲我搁在下一个阶段，我就是要独立，我就是家己负责任，我就要开始面对。我的老母带我看家，叫我家己行头前的路。然这是咱需要伫老母的怀抱内面平静安稳，伫迄个平静安稳，随着你的定位来走人生的道路。特别真多谢今年我拄是甲无顺利，拢满70岁，满70岁是甲咱三个斗阵，搁来的10年、20年，上帝来拥稳。我要鼓励咱中间的长辈，你爱操作上帝，互你人生的定位伫倒位，好好扮演你的人生。最后，我要用我所少年的一个人，20年前我捌伫保利基督教病服务，伫遐有一对阿公阿嬷对挪威来，迄个时伊80岁，所以病院要为着这对阿公阿嬷。做生日，这个阿公叫做徐斌咯，伫昨前日过往，100岁过往，100岁过往。伊1952年，就是我出世迄年，对韩国来到马偕病院，伊是一个查甫的护士。你也想想，70年前查甫的护士，甲一群女的护士三个斗阵，遐女的护士来拜天，结果伊就去麻风病做护士。去孤儿院做护士，去挂彩警会做护士，后来到伫保利的所在，甲教育牧师同工。孙阿公牧师娘请伊来，孙阿公牧师娘伊做真济社会福利的事业，伊感觉病院这方面，就爱有人来接，所以伊邀请天梦会创办人叫做毛票来看，有一个。真先进的查甫的护士伫遮，伊就甲伊讲：来，你徛伫即个爱尔兰的徛顶遮，病院爱煞来伫即个所在较有空旷，伊就摕一张支票，叫做康贝支票，伫遐签名。你摕即张支票去买这片土地，然后伫遐去病院。伊原来的病院是德公仔厝啦，德公仔厝捌看过无？德公仔起的厝啊，土角的厝啊，德公仔厝啊，摕一张支票。向当时1960年代，迄张支票用4万几块买一片土地，就是今仔日的保利基督教病院。20年前，我伫保利基督教病院时。这个阿公阿嬷已经阿嬷较侪岁，85岁，阿公80岁，无摕到台湾的居留权，逐年拢得爱出国，若毋是转去故乡，若无就去日本、去新加坡、去香港，年岁哪济愈无方便。
所以，阮就咧想一个办法，但咱的政府讲伊拢无啥要反应，讲叫蔡牧师吼，你吼找拜六时啊吼，较侪人的时，咱来保你的公园吼，咱遮的员工吼来游行啦，你带队啦，你举麦克风啦，讲为着阿公要永久居留在这边吼来游行啦，然后找几啊间教会摆迄个一站一站，互人签名啦。讲嘛签2、3千个人签名咧，支持这项代志啦。签了有效无？游行了有效哦，报纸会报，电视嘛有报咧。我就毋是爱出名咧，电视去讲我伫遐咧演讲啦。阿公阿嬷为着咱已经住50年啊，讲还阁没有居留权呢。1952来，2002 50年，讲还阁无居留权，就逐年拢都爱阁出国。经过3个月，我摸迄堆签名的3000几啊，摸去到立法院听迄个公听会，我就惊，这人听台湾的人，咱无要互伊居留权，是要等什么人才会当摕到居留权？经过3个月。当时的内政部长于正宪，我印象足深。第一张永久居留权摕来到保利，互这个士兵哦，甲因爱谈。然后对迄个一个开始，陆续真济新妇收入伫台湾久20-30，毋免听到50年啦，差不多25年以上，都拢有这啦。搁一寡真先进的科技的人士，伊搁加这条。对国家有很大贡献的人，我免住10年20，我就要互你，那是一种荣誉的对待，我要互你。这个人，去年的10月7日，暨南大学送互伊荣誉博士学位。暨南大学学院院长甲保利基督教院院长做伙坐飞机去台办。我顶个礼拜入去。顶一礼拜就较咧甲院长讲，明年1月19是伊100岁咧，满100岁呢。若单位已经是100岁，满100岁，咱看准备要安怎来伊感谢感谢上帝来。咱你就讲上帝调伊等于，总是伊所行水的脚迹，第一项，伊当时会做护士，就是第2遍世界大战，护士拢女的嘛。伊讲，查甫的。遐军人嘛，就爱有查甫起来斗互斗啥？查甫的，咱台湾啥物时较看到查甫的护士？好10几年前才开始尔，无超过20年。但当时啊，挪威就有查甫的护士，佫毋是为着因本国出来汉战，出来台湾，一个大50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叫做心真平静安稳。安稳，找到上帝，互你伫这个世间的定位。特别是圣诞节的时，我用这个来甲咱3个勉励，来迎接，阁无偌久新的一年。明年的时阵，真多谢咱的尤志荣长老已经邀请我3月会过来。这个中间毋万大家拢平安哦，恁大家拢热心侍奉伫上帝的面前，请咱3个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。虽然外面的天气寒冷，总是阮的心温暖。主啊，暖这时阵，阮互世间的人情世事，也是颠簸，也是阮的需要，也是阮的身躯软弱。主啊，求你会开咱你的圣神，安慰扶持伫阮的中间。阮想要面对你。不管阮伫这个世间，还阁有3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的时间，阮活在每一个时刻，拢知影阮应该扮演的角色，阮应该有啥物款水的生命的流露，通荣耀主你的名。所以阮确实，你听都很教会，听中级圣歌队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的出入敬拜、学乐甲奉献。伫个新的一年。阮真正充满愿望，有主你的神的引带带领，阮安尼感谢恳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
阿门。大家来吟诗歌。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我到你跟前，我要寻求你，我要站在破口之中，在那里我寻求你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旨我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那个归向你。主，我是软弱无气无助，你却是我的力量。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，那就是我的得胜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那个归向你。呼光一遍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心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那个归向你。请坐，奉献、书献、地小心执事、陈建良执事。
我来报告。咱先开周报第3面，周报第3面，看今仔的金句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箴言4章23节，做伙来读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箴言4章23节，搁一遍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箴言4章23节。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事奉表，请咱家己底家己看。先开第4页。本会消息，第一，今仔是大港节第4主日，特别邀请蔡三雄牧师来主领礼拜甲讲道，感谢蔡牧师。第二，后礼拜去举办圣诞节赞美礼拜，圣乐队献诗。台中大专中心潘中杰牧师来主领礼拜甲讲道，主日到点集。第三，财务部报告，第一，2022年10月25特别关校，所以今年度所有的支出上万伫后礼拜日10月25早时11点，礼拜结束了，要提出申请。第二，明年度因为有财政部的洗钱防治法，所以奉献的时，你的奉献地要把你的名写清楚。若是无写，还是写无清楚的，拢要用邮字来刊登。无要想刊登你的本名的，要甲财务部接触。第四，总务部报告，教会爱餐要负责组长，即马咱欠咱的迄个兄弟有负担的人要加入，所以若是有意愿的，请联络陈木新长老。第二，明年4月要恢复爱餐。第三，礼拜三伫1楼的公布栏前有摆即个鱼菜共生的蔬菜，然后议员要买1包50块，联络慈正号商。第五，咱即个奉献地，明年奉献地，拢放伫咱礼拜厅、礼拜堂的后面遐，有放伫遐，所以家己去遐找你的奉献地。若无写到的，需要的去办公室登记。第六，就是10月24，即个礼拜六暗时7点到8点半，要举办平安夜安息祈祷会。今年较无同，是用祈祷会的方式，欢迎兄弟做伙参加。即个祈祷会特别要思考基督降生甲安息的信仰的内涵。伫第7面有特别写一篇，就是咱的尤乃奇姊妹伊写一篇，什么是安息？为什么要安息？大家会当详细看，看安息甲基督会有什么关系？第7，后礼拜日
伫礼拜后11:10，3楼要召开关怀小组长的这个会议，请各组长来出席。第六，咱看第5页，10月27下晡5点到6点有独行弦乐班要举办音乐分享会，请兄姐参加欣赏。第9，咱明年度开始欠一个动工，就是伫礼拜前要准备的工课。兄姐老议员的，请黄定科长老联络。第10，恁帮大家有登记买圣诞歌，这圣诞歌已经来到办公室，有登记的去到办公室领取。11， 2023年就是明年的月条已经拢发送了啊，无要搁接受登记。12，教会礼拜3的祈祷会已经恢复，邀请兄姐做伙来祈祷。13，各单位的首长团契的这个会长，将你的财务部、你的校部呢，签名了交去办公室，要互合会检察员来检查。煞接来看团契消息。第一，圣歌队伫礼拜后11点半有主餐。第二，兄弟团契配合拜六的这个祈祷会的活动，所以暂停。第三，主日二伫12月24下晡3点半到5点半，圣诞节报佳音。欢迎兄姐参加。第四，社青团契的聚会的主题就是配合拜六的平安夜安息祈祷会。看第5，少年团契配合教会圣诞节。第6，青少年团契伫礼拜日有圣诞主餐。以上报告。今仔特别要介绍咱杨中华兄伫上帝遐安息，伫礼拜一呢有个别礼拜，所以中华社和合作呢，甲伊的亲人来到咱中间，请起立要甲咱致意。请坐。煞接要来祈祷。咱看第6面，第6面身体欠安的兄姐有陈淑华执事、施纯普和林淑慧老师，张合作身体较虚弱，为这项来祈祷。第2项为咱教会恳求上帝为咱备办，伊的牧者、伊的仆人牧者来到咱中间，我来祈祷，请咱坐下就好。主啊，感谢你，阮组织来伫遮敬拜阮的主上帝，阮欢喜。这3个组织，都是伫安息日，主啊，你互阮心内无担忧、困迫，受到羁绊，阮会当真心到你面前，把阮所有的一切，甲放下，透放阮的心思、
互阮教主你面前，甲你会当三甲做伙，有亲切的关系。虽讲天气寒冷，但是主啊，阮的心犹原爱火热，爱热心伫你福音的宣扬。主啊，阮伫日常生活咧无用的时，时常会袂记得，阮是主你所竞选的，伫阮的生活活命顶面，爱看到基督徒的模样，帮助阮时常安尼检讨。主啊，尤其伫困苦的时，有到你面前无？伫病痛的时，主啊，毋是干那靠这会有效，爱有上帝你圣神亲自的动工甲成就，帮助阮会当伫病痛中间，阮的兄弟有单续花接受施存福的身躯体育。林淑慧老师，伊伫厝的疗养，主啊，伫病院出入入，阮知伊特别伊的身躯真虚弱，配合这嘛是有伊身躯的病痛。主啊，阮知照你圣经咧讲，虽讲阮外体有败坏，但是阮的心爱日日换新，袂使灰心，袂使累志，因为主你是救主，是要坚定阮的身躯的主。主啊，当阮咧败坏的时，主阮心内爱换新，就是生命更新。时常阮看这个艰苦是艰难，但是这是暂时。阮爱去看这是真轻真暂时的艰苦尔定，就是主要伫阮的身躯顶面成就极淡无比、永远的荣光。主啊，感谢主！你的应允是迄个真实，互阮会当掠条主你的话，无论身躯欠安的，爱心内郁卒的。主啊，你的话真做阮的帮助，你一定坚固阮。主，阮爱切切有这个信心，切切来倚靠主。毋是伫阮嘴安尼讲，阮的心思有念，拢爱看到主，听到主，感谢主你。搁在有足侪阮教会的事工，特别为着阮的牧者要来祈祷。虽讲即马是无牧者的期间，但是你借着这段时间有你美好的旨意，操练着阮这个事工者，因做的每一个拢总会当搁再较进步，会当这个同工会相甲配合，成做阮教会团结合一的一个动力，帮助阮会当借着这个事工，阮知。阮心内欠缺，阮爱谦卑顺服，伫主你面前来操练阮的心智，啊，帮助阮有操练阮的身躯，搁在信仰顶面，阮专心全意进入到主你内底。感谢主，求你竞选有一个适合阮独行教会来遮牧会
是主你差遣，甲主你欢喜的牧者。阮安尼渴望，也时常安尼伫祈祷，感谢主，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咱来三个请安，起立。主的听星星来听你，搁唱一遍，搁唱一遍。我用主的听星星来听你，我用主的听星星来听你。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，我用主的听星星来听你。谢谢。来吟上行343首，343首，第1节，就信靠上帝，请起立。咱就信靠上帝，真一向前无退。心心不忘靠主来行，一切工作嘅正，行咱着拄起，唔茫每日日子，上帝在咱一切苦难面面体贴帮助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甲怜悯、圣神的感动，甲恁众人三个伫地，享受恁永远的平安，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。